高雄的基层诊所对今仔日开始开放72岁到74岁老大人会当去注莫德纳疫苗。不过这128间诊所才分到74罐疫苗，诊所也认为讲安尼数量伤过少。客停车甲轿车陆续甲老大人再来高雄展览馆，遮的老大人拢是75岁以上，还未注意风险的。听到即摆是莫德纳来补助的老大人实在真多，爱排队才会当入去。因为我不会煮，那试验者人我不爱。因为身体不是很 OK 啊，然后慢打，现在又刚好莫德纳进来，我们就打莫德纳这样子。想袂到老大人补助的意愿遮尔悬，初一才半工已经注12000多桶，注射的比率99%。初二开始增加72到74岁老大人，因为分流注射站已经无遮侪人。高雄市即摆分配着7万多剂的莫德纳疫苗，其实基层诊所初二嘛开放注射，不过128间诊所才分到74罐，有时爱2间诊所分配1罐，有诊所真失望。卫生所是甲阮讲，你若只有14个，我一定互你1罐啦。有的诊所就直接约45个啦。啊，即摆拜三较规定讲，实际上这1罐。已经约45个，伊就分得啊。我们再来跟医师工会来做协调，假如在他的场所他的这个量能可以再增加，那我们也希望说，那你直接就到诊所去施打。市府表示，欢乐诊所空间无够大，所以目前以大型的注射站为主。王丰玉认为，上大的问题是疫苗收少，希望中央有疫苗，就赶紧分落来地方诊所，嘛会当斗3工，协助市民注意风险。记者陈嘉文、罗维泽高雄报道。